唔舒服啊？有，我個膊頭嘅唔舒服，頸唔舒服，我腳其實想落樓梯都好痛。唔可以上嚟落得啦，唔可以落嚟冇事啦，就呢度啦。你睇啊3年1月13，小咩啊？小金仙。小金。哦，他剛才你一看他，他就擺在旁邊，你看啊。送茶啦，冇叫做咩？小龍，我正常。飆唔到。先，手指穿手指，開翻個頸，氣門圍腰啊，分三頭一，20啊。手掌都得意。我冇試過手可以去到後邊。未試過手可以去到後邊。起身啊！我未試過手可以去到後邊。咁你點樣做第3啊？你冇着嘅喎。唔通連膠紙？好，睇下腰先，咦，滑痛。呢個最3、4，最緊要係呢度第3、第4嘅意思。1、2、3，係1、2、3，啱晒。呢邊第3、第4，3、4、5，鬆咗。好，打側係咪？打側。整開嘅。我瞓覺前呢個膊頭痛。腳就痛，頸椎炎，所以係要轉，係 keep 時間點啊！係一定要轉。慢晒，1、2、3，呢度。哇！幾多聲啊喂！開晒，紅龍18張，嘣嘣嘣嘣，開晒嘅。好，另外一邊啊先。呢邊1、2、3，1、2轉身，又係keep 時間，轉好，1、2、3呢度。今日嘅啫，好睇上高啊！睇下你嘅腳。好，呢邊第3、第4、第5呢度，繼續拉，呢個實咗啲，然之後6個手指夾唔晒，呢個開唔晒，棘咗，冇叉，6個手指，第3，棘住咗，卜卜。呢邊第3，卜卜，第4，呢啲要成直嘅都出，呢個棘住，呢個腳彎，棘住咗，呢個開，動埋，同爭6個手指，連到，好啦，你又穿咗。
叮，今晚抹咗會又得，又得，又腳關，見到心口，又抹低跳，再抹你哋，就呢度鬆晒，好夾多油，起頭，直啊，放鬆啦，好氣。呢度啊，師母高咗兩寸你，係啊，所以現在檢查翻，見到一淋咗，三都淋咗，兩個手輕鬆，見到頭點。再用鬆晒，轉左，嘿。